民眾黨的中國配偶立委李正秀，昨日在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痛罵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不配當人，就是無做人的資格。深夜閣開直播，講伊滿腹的委屈。伊當時嘛無張持來講出講，新竹市長高虹安甲郭文鐵提700萬，高虹安是強硬來回擊，講無影無隻，並不是事實。李正秀嘛甲高虹安道歉了。光新竹市市長高虹安一個人就拿了700萬，我也是去聽庭訊才知道高虹安拿了我們柯文哲700萬。對鏡頭講委屈，民眾黨中配立委李正秀昨暝向前事實控開直播，不過卻講到前主席郭文鐵的政治獻金案，更加點名新竹市長高虹安有收錢，都是子虛烏有，並非事實。我未曾收到過。至於這些未經查證、惡意誹謗的言論，也希望放話者自重。我要慎重再跟高市長再一次道歉，因為昨天情緒很激動。牛調來搭牛母也未煞，李正秀哪口跟哪指控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，從來沒有陸配放棄國籍成功過。鍾小平上節目造謠的時候，我罵他的時候，覺得他造謠。不三是網民整叫李正秀控訴鍾小平烏白抹烏。專因為之前鍾小平佇咧節目講有中配條卡成功放棄中國國籍，互李正秀罵鍾小平做人無夠格。我沒有指責他的名碼，我是不屑講他的名字的。就像他講的狗也很可愛啊，我不會跟他道歉。鍾小平回應講，伊愛亂罵就不愛評論啊，不如個李正秀立委資格爭議，互行政官員拒絕備詢。創黨主席郭文鐵就批評內政部長劉世芳是哪次行為？只有罵劉世芳，因為劉世芳先罵人，代替月亮懲罰你。關科主席的說法，我一直不以為然哈。我們都是一向秉持着台灣人應該有的正向跟善良，所以我覺得柯主席這樣的說法呢是非常的偏頗。李正秀立委的資格保衛戰，短期內恐驚無遐緊煞戲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